傳媒代表，大家好，我係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鍾志強警司。今日我會就一宗發生喺大埔宏福苑嘅盜竊案件作出一個簡報。現時大埔宏福苑正進行一系列嘅工程啦，包括大家可以從外圍見到嘅插棚嘅工程。另外，工人亦都喺唔同嘅單位進行緊一啲加固嘅工程，確保樓宇結構嘅安全。昨日即係3月5日下午大約1時30分，警方發現3名男工人，分別姓余32歲、姓黃38歲以及姓張32歲，喺大埔宏福苑宏泰閣一個單位進行加固工程期間，形跡可疑，懷疑盜竊。調查期間，警方喺佢身上檢獲價值大約9萬元嘅共7件首飾，相信3人係從佢哋負責加固嘅單位裏邊偷取嘅。警方即場拘捕3人涉嫌盜竊，佢哋而家正被扣留調查。大埔警區重案組積極進行案件調查，已經聯絡到案件嘅戶主，確認咗相關嘅首飾都係佢嘅個人物品。警方其後亦巡查3名被捕男子喺宏福苑曾經進行過工程嘅單位，未有進一步嘅發現。宏福苑嘅火災令到好多人痛失家園，甚至乎失去至親。喺今次案中，3位被捕人進入單位工作嘅時候，趁機犯案，行為卑劣，警方予以嚴厲譴責。我嘅簡報係咁多。